快送！你怎么现在才送来？都超过15分钟哎！宋先生以这间房子为抵押，跟银行贷款了200万。哦，很痛哎！如果我们得到冠军的话，就可以担任云端厨房的主厨哦，奖金有100万呢。做梦的时候想一想。我来真诚帮手。先讲好不要女生啦，力气小就情绪化难搞。干你屁事啊！欢迎，不是说不用女的，要男女平权，不可以再有这种古板的想法。我决定要来卖牛力，跟牛食有关吗？台式马卡龙，公司交给我全权处理，自然我就是老大。如果就这样放了他，多无聊！我可以继续的折磨他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送甜点正式开张，第一名是谁，我说了算，明白吗？是少爷。老婆，为什么是我啊？因为你比较勇敢啊。姐比较烦呐，小姐30年了，34年了，33年，今年33，那当然也有一点觉得啊，那个白纱的美女走过来，一定很感动，我应该会落泪吧？落。明年就不穿白纱了。对，我们家宴就不会穿白纱了，家宴可能就 T 恤牛仔裤，轻松的。小燕姐比较烦呐，小燕姐那天很好笑，小燕姐第一反应说：“那我要重新买衣服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已经买了吗？”她说：“不一样，因为婚宴比较浮夸，那家宴因为有很多长辈嘛，就是像阿嬷那种80几岁，我要端庄一点，我要重买。你要买就买，不要找理由，好不好？就小燕姐，你就是喜欢打扮自己，不要为了我又再去买一套，所以她比我还焦虑，真奇怪了嘞，奇怪。30年了，34年。33年，今年33年。对呀，你看我们当年4个兄弟，我是最晚成家的嘛。少卿有结婚嘛？对不对？宋少卿有结婚吗？有啊。哦，你说的，这你说的。对啊，所以一定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，但是我们这2天，确实焦头烂额啦。我今天也是5点才睡，完全失眠。就拍谁啊，各种拍谁啊，各种拍谁啊，那真的是最对不起梁鹤群的太太了。这个 Stacy， 她真的是最棒的婚顾，她 EQ 超级高。因为我们的事情很复杂嘛，从赞助，光是伴手礼就5家厂商，然后汽车，然后6对伴郎伴娘，然后饭店的谈判，怎么样去配套？因为饭店还是希望我们办嘛。但我们就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所以这一切都是 Stacy。有一个人最厉害，叫林依晨。去年她老公回台北的时候，她就说：“我们请你们吃饭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就结婚啊。”我说：“结婚就等喜酒。”她说：“能不能我们先吃？”所以她是先吃，她已经先吃完。对，依晨已经先吃完，她帮我们办的喜酒，在她弟弟。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收，我们从来。就是基本上大家开开心心最重要，因为也都在日本嘛。那假设他要来，他就要为了这个，然后还要不要吧？我觉得太麻烦了。然后陈琳这2天去建荣号，他出发前就跟我说：“我一定会回来，你结婚我一定会回来。”我就说：“啊，其实没关系啦，你懂吗？就是这每天这种各种的感动，你都觉得我很感动，但我也觉得很担忧。”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子也好，大家就各忙各的过日子吧。